慢跑的好处在哪里？慢跑我给你建议是5公里慢跑。5公里慢跑的好处是什么？所谓慢跑就是你的配速在6分半到8分之间，大约花到你35分钟到50分钟左右的时间把5公里跑完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你发现，你整个人心情会变得特别好，你体能会得到提升，你的心肺会不断的优化，你的腿部力量也会增强。你发现这样的跑步对于你来讲，一个消除烦恼的一个方式。这样的5公里慢跑会帮助你把身体垃圾排干净。这样的5公里慢跑会使到你在你跑步之后睡得更香。这样的5公里慢跑会让到你发现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放松自己的方式。你发现5公里慢跑跑得很舒服，跑完微累，但是很通透，很舒畅。你跑完，你发现你可以有提升，你发现你能够进步，你发现你今天没老，你发现你可以越来越年轻。这是5公里慢跑给你的特别的礼物。